內外夾擊，當奴扮傻。答問大會未開始，人民力量企定定等佢嚟啊！班官先到，等多陣，千呼萬喚始出來啦！咁多保安，佢一於詐傻扮聽唔到。入到去，行政長官現在向本會發言。梁國雄議員，你立即退席！梁國雄議員，立即退席！飲杯水定定經先。你有冇諗過？你做呢幾年係搞到民怨沸騰，你係咪應該引咎辭職啊？我都明。弊，部 iPad 冇貓紙答案添。你沒有絲毫愧恥之心。我係問佢會唔會引咎下台啊嘛？點解唔答啫？最近呢，無論係對於政府、建制、議員，甚至傳媒嘅信任都有下降嘅跡象。我問佢會唔會引咎下台？黃毓民議員，而家唔係你發言嘅時候，請你坐低。一好似老董咁樣答咪得咯。黃毓民議員，請你立即坐低。我講答緊你，當然我會喺出年7月1號凌晨0分會卸任。陳偉業立即退席。陳偉業議員立即退席。秘書。問題咧，你特別提到立法會嘅民望都好低喎，沾沾自喜，兩眼發光，根本就唔係一回事，我係擔心嘅，因為咧立法會民望跌嘅時候咧，政府民望跟住拖跌嘅，一齊有嘅，冇變嘅，拖親我同事同埋我一齊跌。哇，咁都得賴啊！你唔好同民建聯講。唔怪得你走人嗰陣都要俾人掟啦，仲要差人為你封晒路，搞到啲司機媽媽聲啊！人民力量就繼續喺立法會外面集會，最多成3000人喺度㗎。佢哋圍住立法會。我哋不反手扣，人民力量萬歲！唔止手扣，仲上埋索帶，抗議警方7·1當晚用手扣對付示威者。佢哋預告會喺適當時候號召群眾包圍禮賓府。